什么叫做盐之花，到底长什么样子，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盐之花，就是首先可以拿一点起来看看，它的颗粒很粗哦，就是一个很粗的结晶，可以捏起来，它是中间是中空的。它就是那个在盐田里面最上面的那一层，它一定要用手工去采集，它不可以用机器采收，所以它做起来非常的费工又费时。平均50平方公尺的盐田，其实产就50克的盐之花而已，所以它非常的珍贵。那我们的盐之花呢，是因为它就像长在盐田上面的花一样，很漂亮这样。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形容词。法文你记得怎么说吗？都在 say。有没有把他考倒？哇，他真的是非常有自信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都要准备做制作的这个部分。今天是用榛果，对，我们是用榛果酱。那我今天用的是无糖的榛果酱。那如果你的买不到无糖，买有糖的话，你就糖呢，就是我们加糖来自己做蒸检就好了。对，把它放到打蛋盆里面。这个榛果酱其实现在在台湾的这个烘焙界啊，它也是新宠儿啊。这个就是榛果。榛果它的剥完壳之后，本尊长这样哈。榛果你好，我非常喜欢你。对，哈基梅马斯的初次见面哈，姑娘还讲日文厉害耶。你讲法我当然要6几句日文，我们才可以同台演出嘛。对，那再我们放入糖的部分。那糖的话，我今天选用2种糖，一个是2砂，一个是细砂。然后因为2砂本身具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味道，把它带到那个饼干里面，我觉得蛮好的。糖是从甘蔗提炼出来的嘛，所以2砂保留了一些就是矿物质的部分在里面，所以它颜色比较黄一点，所以吃起来它具有它的一些营养价值。那如果你家里面有2砂，你用黑糖也是可以，然后把它那个糖跟榛果酱就是做一个融合的动作。好，我们把那个榛果酱跟糖混合在一起之后呢，我们把蛋打进去。也是全蛋吗？对，这是全蛋。老师很有自信，他这个蛋呢很新鲜，像我呢就会很害怕，万一买回来的蛋不新鲜，所以我都会先把蛋呢打到这边碗里面，确认它很 OK 之后，我才把它倒进去。对，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去，就是跟蛋商拿的，他跟我说这是新鲜才，就是刚生不晓的蛋。好，那把蛋打匀了之后呢，再把过筛好的面粉跟苏打放进去。这已经过筛好了。对，已经过筛好了。因为我们刚刚那个蛋糕面糊需要分次放嘛，所以就最好是一边过筛一边拌比较好。不过这个分量又比较少了，对不对？对，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今天用的这个面粉呢量比较少，是因为榛果本身就有一定的淀粉量，所以呢其实面粉就不用放太多，本身就会有一样的效果。当然大家发现我们在做这个饼干的时候，有东西没有用到。一般来说，我们做饼干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料叫做奶油，但是我完全没有放奶油，因为榛果酱本身就具有足够的油脂了。放在旁边静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榛果敲碎，因为我们等一下把它做成榛果做成装饰带在它的上面，所以我们把用整颗榛果把它敲碎，我会把它放一个塑料袋里面，然后呢，用擀面棍把它压碎。凯恩还是很斯文呐，他压碎是这样。要是换做我这个大妈呢，我就是这样子敲，顺便呢发泄一下。那时候做产品很疗愈这个原因嘛。对，非常疗愈啊。其实做烘焙本来就很疗愈啊。对啊，我也喜欢做烘焙。榛果不要打到太碎哦，因为我打到太碎的话呢，它那个看起来视觉效果不好。不要太碎，看起来也比较大气。对，因为榛果其实不便宜，对不对？不便宜。好，那我们再就是把面团里面分出在25克左右，然后把它揉成圆形，它是不会粘手的。对，那边轻手。不会粘手。对，可以试试看。这个最好玩。真的不会粘手。可以请出来帮我试试看。对。好。我们刚刚都有洗手，所以不要担心。对，我有。大概25克这样。OK。好，那再来我们把盐之花呢，就是撒一点在那个面团上面。我应该继续咯，你要做几根呢？我们先做5颗。好，我们先做5颗，然后我们等一下事后我们再继续制作。好。那我们就是依照我们的烤盘去做那个饼干的多瓜。那你剩下用不完的面团呢？你一样把它搓成圆形。是。然后冰到冷冻库里面，要封保鲜膜。
冰到凝糊里面，下次要拿出来烤就好了。哦，真的哦，哦，那要做多一点哦。对啊，但也就是也不要做太多了，我们还是希望东西就是尽量新鲜嘛。对。好，那我们就把它沾一下榛果，就会粘在上面了。那要压扁吗？不用，我们就让它原形进去烤，它会在里面直接，它遇到热会直接弹平。哦，因为它很多榛果酱，对，然后它面粉其实不是很对，它其实很柔软，对，所以它其实它看起来很，就是摸起来其实很柔软的。好，这样要烤多久？就可以再进烤箱烤，然后我们温度呢也是预设180度，大概烤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OK。那平常烤好之后呢，通常会比较软一点，大家不要立刻就吃它，可能就是要等它冷却了之后再做食用，比较酥脆一点。那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架子上，让它变凉。好，观众朋友，今天这一集凯恩介绍的这个焦糖苹果蛋糕跟我们这个盐之花榛果口味的这个酥饼呢，观众朋友看了有没有觉得非常有信心，很想要来尝试看看哦？因为我们凯恩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哦，我们不仅学到这个技巧，我们还听取了很有趣的什么叫做盐之花，它必须要手工采。盐之花它最有名应该是法国的，对，它最有名产地在于法国的布列塔尼区，那我今天才有这个产区的盐之花。布列塔尼哈 ，OK。